下他的。走了，哎，要有头有尾啊！他介绍第一首，要介绍最后一首。哦，好，那我们最后一首歌是什么？高潮先生。老车。为什么叫老车？我不知道。好的，就老车吧。这是我21届金曲第21届金曲奖得奖的一张作品。那其实今天人也都差不多到齐了。然后我们的那时候第2张的录音工程师也在现场，就是现在在那边控场的那个刘先生，不要忘记掌声，很棒哦，他的那个真的录得很棒，这样才会让我得奖。要不是你，我不会得奖。一定要这样讲啊！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我没有这么说。好，老车，哎，先介绍一下啊，我们最右边的这位呢是阿美族的高潮，大家好。然后这个是台湾族的钟明，最左边的呢他是闽南族的，然后他叫做浩君。好，我们最后面做这个手击乐器、打击乐器的叫贵哥，好，闽南族，好像不是闽南族哈，你是哪一族？不满族已经讲到烂了啦，换个新的。你是闽南吗？对，闽南族。好，我们后面呢也是我们的大条啊，那是客家族的大哥，对，开港哦，有吗？有现场有客家朋友吗？有他赶你吗？马上显示今天没有你的翻译。是。然后，那我是扎绕巴西瓦利，我是花莲的阿美族。然后当然了，好久顶暗地哈，顶暗啊。就是山地人讲什么闽南话，可是我喜欢讲啊，对，好久顶暗地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对。我们上半场准备要结束，那接下来我还是先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新人，很棒的一个阿美族音乐创作人，阿诺咖喱丁，小弟们，阿美族哈，来自大港口啊。最后一首歌《老车》。I want to be more。所谓快要承受。
看我第2张专辑的制作人吼行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好，第一个也上半场的就是先打个 break， 我们休息5分钟，马上回来。